政權加速推動23條立法，短短1星期完成刊憲，立法會首二讀，逐條審議同審議修正案，程序上嘅粗暴同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結舌。國際社會對23條立法嘅質疑不絕於耳，批評法例含糊空泛，進一步加強打擊港人。咁教授你又點睇呢？你咧就問得相當好啊，因為我喺中國建設銀行做咗10年啦，我就好理解佢哋咧啲10大國企，咁佢哋嘅管理模式咧，同個中共嗰個體制咧係一模一樣噶嘛。咁所以佢哋啲領導喺個國企嗰度啲領導，就等於咧，如果你係領導國家嘅縮影咯。咁佢哋嘅管理文化係咩咧？佢都係有晒啲憲法寫喺度噶，係嘛？佢都係寫得好清楚嘅。然後咧，去到國企嘅時候，佢哋成套點樣管治架構啊，有晒管治理念噶，亦都有晒啲監管不同嘅監管機構啊，咁喺自己內部噶。咁不過佢哋所有文件去到國企嘅時候咧，就全部咧都係用鉛筆寫嘅，用鉛筆寫即係我哋叫鉛筆加文件嚟治國。咁啊，點解咧？就係我講一個故事俾你聽，你就明噶啦。咁然後咧，我亦都引申喺呢一次嘅23條，咁啊，你就會更加明白點解佢咁急通過咯。嗱，喺溫家寶嘅時代，如果大家係我哋呢個年紀或者後生少少咧，都知噶啦，就有個股票直通車啊嘛，喺2007年啊嘛，喺2007年咁嗰陣時，我哋啱啱過渡由美國銀行過渡去中國建設銀行喺香港嗰啲業務啦，咁就聽到哇，收到個消息，咁就要做，咁啊全香港嗰啲國企銀行，即係包括工商銀行啊、中國銀行香港啊，嗰陣時仲未有農業銀行咧，咁個個都 check 咗晒啲料啊，係啊，真係堅噶啦咁。嗱聲唔係上邊啲領導、中央嘅領導叫我哋快啲咩？快啲去買啲系統翻嚟，預備咧去銜接呢個直通車咁。咁啊個個投資啦咁。咁加埋咧，連埋交行啊、民生啊，同埋招商啦，我諗都有3-4億噶啦，即係用咗。咁突然之間咧，溫家寶話我冇講過。係你哋自己啲消息亂傳啫，係嘛？咁嗰啲咧又買咗嗰啲 data processing center 啊，又買晒啲機啊 hardware 啊 software 買晒嗰幾億咪報銷啦。咁你睇到去到一個總理級治國佢叫嗰啲金融系統放咗啲料然後到最後咧，因為某啲原因佢哋嘅中央唔通過嘅時候，就連個總理都話唔認數係嘛？咁你哋自己收錯料咁呢啲咪鉛筆治國咯，係嘛？咪插咗佢咯咁。而家一樣啫嘛。而家你知唔知我哋香港23條面對咩啊？面對由舊年已經一早審完嘅立場新聞判咗案未啊？面對47人佢成半年啦，審完判咗案未啊？嚟緊黎智英先生件案件咧40幾日啦，嚟緊咧根據個流程應該審咗一半啦，係嘛？咁嚟緊要判案噶嘛？咁啲法官一判咪死，啲法官會死喎，係咪？咁一判呢啲案，啲法官全部唔係俾人制裁，跟住已經所有嘅法官嗰啲加埋啲檢控官專員嗰啲，全部有晒落入一個名單裏邊啊嘛。咁個名單預備去制裁佢啊嘛。咁最好係乜嘢？佢哋咪諗通咗條橋咯。上邊啲人點解又用鉛筆治國？咁練咧，點解你要匆匆忙忙講翻落嚟啊？既然咁匆忙，點解唔通知你啊？一早咁做咩？你哋去搭飛機上嚟，你哋頻撲啫嘛，佢唔頻撲噶，佢喺中央等你，咪由得你頻撲咯，即係咧不動聲色，明唔明啊？叫你上嚟，
上咗嚟之後咧，係用鉛筆字過，即係我唔好寫得任何文件，唔可以咧喺個電話度講，叫你上嚟，然後面授你，喂，嗱而家咧一國兩制啊嘛，一國兩制即係你哋要判案咧，就啦，根據一國兩制即係普通法底下嘅基本法底下就你自己去搞翻掂自己啦。咁點樣自己搞翻掂自己？我當日啊，佢梗係咁樣同嗰啲有關人士講啦，係咪？我當日用國安法係幫你哋咧鎮住個場啊嘛。咁啊鎮住個場，而家人哋話要制裁你呢樣，制裁你嗰樣，咁你梗係要令到啲制裁咧個局限面打嘅最細啦嘛，係咪？但係你又要去保護國家安全。咁點樣咧就嗱教你啦咁，嗱你就嗱嗱聲搭車翻去，搭飛機翻去，去到嗰度咧，叫所有今屆我哋咪完善咗個立法局嘅，叫嗰90條友出嚟，呢90條友咧，根據我哋基本法喺香港一路以嚟嘅精神都係三權分立，叫佢哋快啲立法。點解啊？立咗23條之後，就乜嘢罪？係判3年咩罪，5年咩7年咩10年咩20年30年，全部寫晒喺度。寫咗喺度之後咧，叫嗰班立法局議員三讀通過，跟翻香港嘅遊戲規則。通過咗之後，咪有條法律可以俾啲法官去依法治港咯，係嘛？咁咧喺嗰個司法系統裏邊，同你立法系統裏邊係咪分權啊？分咗噶嘛，係嘛？咁你呢班議員係制定呢啲咧，呢啲不良嘅法律係嘛？係喺佬嗰邊會話，哇呢啲法律都制度得出嚟，咁你咪話佢渣咯，話呢班議員咧啲智商低咯。再唔啱嘅，你唔係呢班議員做得唔啱，你哋想做乜嘢？咪淨係呢班議員90個孭鑊咯，啱唔啱？好啦，當你90個孭鑊之後，下一屆可以換晒佢噶嘛？咁啊，淨係呢90個孭鑊，咁啊，所以佢話治理完之後，快啲通過之後，咁我哋就集中精神去做生意啦咁。因為咧，所有嗰啲議員，如果喺呢個90個裏邊出現嘅咧，可以全部換晒。第日咧整90個新鮮嘅面孔入嚟，淨係咧講啲咧懂點樣去從商，點樣去做啲嘢，因為無窮無盡噶嘛呢啲咁嘅完善後選舉嗰啲議員可以無窮無盡咧選啲 mediocre 出嚟噶嘛，永遠繼續可以咧被佢哋原不自覺底下操縱噶嘛。好啦，咁有咗呢啲判罰啦，將來嗰啲所有審咗嘅案件，唔係跟翻呢個23條底下相同嘅犯法嘅原則底下嗰個內容，全部坐翻即係3年、5年、7年咁樣啦。好啦，到你外國啲傳媒或者外國啲政府批評佢嘅時候，呢啲咁嘅歪論啊，呢啲咁嘅歪即係害人嘅法律啊，咁全部唔關人大事，係嘛？只係關你自己立法局，你自己人去立法，你自己咁咪應驗咗彭定康當年講，你第日係輸翻俾你自己香港人啊嘛，係嘛？咁佢冇講錯啊。咁你話佢係千古罪人，咁人哋嘅千古罪人係曲啦嚇，即係當年你陳佐洱魯平話佢千古罪人，咁而家就係人哋千古罪人一眼睇穿你哋嗰個遊戲規則點玩啊嘛。咁而家如果你沿住呢條路行，咁你就知道點解你哋頻撲上到嚟，我一啲都唔會咧有任何協議嘅，亦都唔需要安慰你，因為你應份嘅係嘛，上嚟開人大。不過我要你即刻走翻落去，然後咧即刻加班，然後即刻通過。個目的咧就係嚟緊我越嚟越少時間做啦。個原因嗰個民調，人哋美國嘅民調出咗嚟咧，就係一路由阿特朗普領先啦。我要有快速嘅準備咧，喺佢正式選票結果喺11月5號出嚟之前咧，搞掂晒而家所有嘅案件，嗰啲大案件，以及咧打死狗講價將來。
係咪？然後你哋所有外媒點樣去透過你哋啲政要嗰啲同埋啲智庫點樣去批評我都唔緊要，因為所有嘅矛頭都係指向咧通咗呢個23條法例嘅所有罰則都係你現屆嘅立法局議員去孭鑊。好啦，咁你孭咗鑊，有立功。咁第日唔做議員可以做政協啊，可以做人大代表噶嘛？咁你就唔會差得過何志平噶，係嘛？佢都立過有功噶，係咪？但係佢要受喎喺監獄，你亦都唔會差得過咧中華基金噶，你亦都唔會差得嗰個中華文化能源基金噶嗰啲人噶，全部都唔會差得過嘅，因為嗰啲咧就真係喺國際線裏邊打嘅時候咧，有所要犧牲咯。你而家淨係搞翻香港啫嘛。咁當你明白呢個流程，佢點解要加快？其實只不過咧係揾人咧去即係去孭呢個23條通過嘅法例，而呢班人咧將來係只不過係一個 condom 嚟嘅啫。但係咧佢嘅 condom 佢已經揀咗啦嘛，因為佢一定可能唔使機會咧去外國旅遊噶啦，係嘛？咁但係整個呢條法例之後，佢就可以真係重新起步啦。因為上邊啲官由港澳辦到嗰個人大，通通咧都唔使孭飛，係嘛？包括夏寶龍都唔使孭飛。佢嚟到香港見你都唔會同你講一句啊，係咪？一句都唔講啊，翻到去開兩會嘅時候先至同你講啊，由佢嘅大佬阿丁薛祥講嘅，係咪？但係丁薛祥唔會用支圓珠筆寫俾你，我想你咁，想你咁噶嘛，係嘛？全部用個口話俾你聽，點解佢有得走盞啊嘛？將來個走盞就我又講過俾你聽咩？我不過叫你加快啫嘛，你使唔使快到咁啊？咁如果嗰個形勢係唔開佢，係嘛？咁佢又可以兜翻轉頭。任佢冇咯。當你明白呢樣嘢嘅時候咧，就佢哋自己係人都知，而家你個市長去執行佢裏邊俾你嘅差事係好正常啦。不過即係你就係唔識玩呢啲嘢咯。你上咗呢個船咧，你要玩佢嗰套遊戲，即係等於當年我哋喺由美國銀行跟翻嗰套嘢過咗去建行之後，你如果嗰個文化唔啱啊，咁你咪走咯，係咪？你咪跳船咯，你咪轉工咯，係咪？冇人逼你㗎，係咪？所以我哋當年完成咗嗰個收購之後，3年內走咗7-8成人，就係咁咯。因為呢個就係做嘢個文化，完全都係南轅北轍，咁你會咁樣啦。咁而家香港一樣啫嘛。而家你做嘢文化要喺回歸一半之後咧，突然之間轉向咧，全部跟佢咯。咁冇咗一國兩制嗰個做法啊嘛。咁我哋喺建行嘅時候，即係因為你美國銀行賣俾建行係一個商業機構啊，咁好自然咧就你自然跟翻個老細叫你做乜咪做乜咯。咁呢啲理所當然。但係我哋喺個政治嗰個即係香港嗰700萬人去過渡去97過渡去呢個50年不變嘅時候，係有一個中英聯合聲明講俾我哋聽，我哋先留喺度噶嘛，係嘛？即係我哋仲有舞照跳馬照跑噶嘛，係嘛？先至留喺度噶嘛，係咪？咁即係而家去到一半，俾人賣咗豬仔咯，你先知咯。如果唔係做咩英國會咁好死啊？即刻俾你5+1啊！就係因為佢協議啊，佢大佬佢覺得哇乜咁樣玩啊？喺國際間嘅合約都咁，佢都覺得真係咧羞愧啊，係嘛？俾人咧賣咗豬仔，但係冇聲出啊，因為你而家唔係當年嘅日不落國啊嘛，係嘛？人哋中意咧賣你豬仔，咪賣你豬仔咯。咁你用呢個方向去諗佢，你就明點解佢要加快啦。至於佢啲內容啊，嗰啲條文點樣苛刻啊，嗰啲咁好多人評論咗咯，係嘛？亦都唔需要我哋呢啲咁膚淺嘅人咧有所意見啦。咁啊多謝大家。